各位觀眾老友記，近期香港人北上嘅熱潮真係越嚟越熾熱。入境處最新嘅數據顯示，週末往返深港嘅人流簡直係爆棚啊！琴日11月22日，港人北上嘅次數再破40萬人。今晚大批嘅港人返港，深圳灣口岸直接係逼爆啊！網上圖片睇到都覺得好震撼。咁啊，自從10月11日開始啦，每個週六港人北上嘅次數都超過37萬噶，咁啊熱度一直都係居高不下。琴日更加係勁破40.3萬人次，係10月以嚟第二高嘅週末數字啊！相隔一週再次突破40萬嘅大關，足以見到北上已經成為港人週末嘅首選安排。從口岸分佈嚟睇，羅湖口岸係最受歡迎噶。琴日係經羅湖北上嘅港人有12.2萬人次，穩坐榜首，其次係落馬洲嘅支線，亦即係而家嘅福建口岸，咁有10.1萬嘅人次啊。深圳灣口岸就有7.6萬嘅人次，三大口岸承擔咗大部分嘅北上客流。至於南下嘅內地旅客，琴日就有13.4萬嘅人次，雖然比上個禮拜六啊，即係11月15日咧就少咗近6000次啊，咁啊，但係咧已經係連續第6個突破10萬人次嘅週末啊，而且都算係期內第二高嘅週六，雙向人流都相當旺盛啊！咁啊，北上玩得盡興啊，返港嘅環節就出現咗大塞車。今日晚上大批港人集中經深圳灣口岸返港，咁啊，內地呢個社交平台小紅書上面呢，咁啊好多網民都上傳咗呢個現場嘅相片，咁啊相中可見啊，深圳灣口岸好多個依度嘅閘機同埋呢個旅客嘅通道咧，都排起咗見唔到頭尾嘅長龍啊！人潮擠滿整個後檢區。咁啊，有上載照片嘅網民直接形容呢個場面簡直就係深圳灣嘅淪陷現況啊！咁啊，仲話排隊嘅時候咧，唔單止要咧係擠喺個人群之中啦，連移動亦都係要慢慢咁去挪移啊！咁啊，可見現場嘅擁擠程度啊！不過大家都唔使話太過擔心，深圳灣口岸目前有試點升級嘅一個免出示證件嘅快捷通道，咁啊符合條件嘅旅客咧，刷面就已經可以過關啦。咁啊，亦都節省咗唔少嘅時間噶。咁啊，而且口岸營業時間咧就去到午夜嘅12點，足夠咧係應對返港旅客嘅客流啊。咁啊，其實咧港人北上熱潮背後咧唔單止係週末消費咁簡單，而家好多港人已經係從北上消費升級到生活北上。咁啊，除咗購物、美食，仲會咧係北上去就醫、繳納社保，甚至咧係會申請貸款置業啦，形成咗跨境嘅生活圈。咁啊，而內地嘅旅客南下香港嘅熱情都冇退減噶。咁啊，連續6個週末南下嘅人次突破10萬，反映出深港兩地嘅往來越嚟越緊密。無論係旅遊、商務定係日常嘅出行，雙向嘅流動都會越嚟越去頻繁啊！咁啊，雖然今晚深圳灣口岸出現咗擁擠嘅情況，但都係人流集中嘅一個暫時嘅現象。建議大家咧，日後咧週末往返可以避開翻咧，即係晚間返港呢啲高峰嘅時段，或者係選擇皇崗啦、深圳機場啦呢啲嘅24小時通關嘅口岸，可以減少翻呢個排隊嘅時間啦。咁啊，深港兩地嘅往來咧就越嚟越方便啦。咁啊，相信沿住呢個通關嘅設施不斷升級，大家跨境出行嘅體驗咧就會越嚟越好噶。唔知你又點睇呢？